大爷，该谢奴才，有眼不识泰山，言见防御，你若唔捌你心，该死该死！哼，恁这鸟鼠仔囝，冒犯二了，你是外了咧嫌咱啊心。在下叫刘英，年轻立命判官，我爷在我一听，强效代价。听。典大爷，我爷在我一听，功效真久了。典某不敢担当如此厚礼。若论典大爷者，我爷对你实在礼仪无周到。大爷，请。久等，典某有所冒犯，请多多原谅。五弟，有道是相君不打俏眼，来者是客。典某已经来啊，敢讲你还阁袂当原谅是？五弟。你爱我当面来记你，典某已经来啊，有话你应该讲啊。五弟，请回答，也若无休怪典某得罪。丢错人！哎呦，我丢给啊！这个疗毒是特别为你做，你好好休
用哈！哈哈哈哈哈哈！白小东，白小东，你欺太深了。玉堂林生有苦姜，歌头三宝听英雄，万语电影轻亮，两河相斗必相。大哥甲二哥咧，大哥甲二哥去路家，路人过也无伫咧，因去敢是白行咧？我要来航空倒一撮。阿姊，这么夜吗？啊！我呀，既然你也甲遐尼介意古董吃，会用叫上王送较珍贵、送较济来互你。为什么你若定踮我面头前，定提起襄阳王的代志？是毋是伊派你来？无咯无咯，我呀，你毋通误会啊！出去机关外面小巡者。是，固定。过呀，丁姑娘要来拜访呢。倒一个丁姑娘？啊，就丁大姑娘，丁元华。哦，花姐，欢迎欢迎。花姐特地来此，莫非是为着点招你来？那呢，我就毋免搁再讲啥物，希望五弟你会当手下留情。也毋过，花姐，你来了，敢是有较慢一步哦。莫非你？花姐，毋免急，小弟免来安尼做呢。我明明知影讲，我若是将点招甲伊抬死，不但讲包大人毋肯罢休，连花姐你嘛会找我算啥？原来呢，电听是即摆人呢。花姐，你心内有数，何必明知故问？搁再讲，小弟也袂轻易放过。那呢，就爱听下什么时阵，你才会当互我知影。这，大上爱等甲伊过世。你要将伊拔水吼！安尼也算讲甲伊真帮你嘞。你给我倒！你情我这么爱强，也点招教你啊！无受刑，若出了人命，你是做父亲。要死臭鸟啊，哪有啥要紧？也予伊去转世做良民。你个当！花姐，哪得何必气到安尼呢？无做娘某，啊换做人嫂，安尼敢毋是更加好？你分明已经无人性，你忘不还记是无人情。
情，将灯照红，你莫怪我怨花来花泪停。哟，花姐，啊你搁真是会起性地安怎？听到，我劝你，识时务者为好计，要若无，我就甲你拼。花姐，想袂到我真是一个受气。花姐，小弟的脾气你也真了解，何况这是什么样的所在？来人啊！上客。别叫动！你，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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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安怎？互你猫公甲猫某去关做对啦！哈哈哈哈哈哈！挂落啊！天天，你来我那挂落通天困嘞！免吹，一个窟中根本都无路通出去。今仔日是免怎着？哈哈哈哈哈哈！哎，莲莲，爸母为你安排上场面，安怎？滋味袂歹哦。哈哈哈！哎，你应该用什么来报答我这虔诚的元老公哈？你讲对无？哈哈哈哈哈哈！别叫动！你是在欺人太甚！哎，恁是已经订过婚的夫妻，恁踮这个所在是咱镇的，有这个机会，我甲恁讲哦，恁两个好好讲一个痛快痛快，哈哈哈哈哈哈！哈哈哈哈哈！来，干杯！干杯！多谢五爷贺礼招待，请受在下回敬一杯，请。哎，无咯无咯，若讲多谢人，应该是小弟才对啊。这一摆，利用阮大哥无伫咸光岛，将咸光岛机关甲伊重新改造，而且佫特别建造一个通天窟，会当观鸟的好所在。即马又佫将迄只鸟甲伊引入来，哎呀，这个功劳拢总是刘兄你下。来，我敬你啊！他唔通安尼讲，来，干杯！干杯！对，迄个通天窟佫加关啥鸟好，你知？哦，五爷，五爷，你看，这味菜吼是我家己亲手做的。这只鸡吼，我用迄个板板仔火加烘，鸡汤拢无去互走去，热甜咧，无好食咧喏，试看卖讲。气味有影袂歹，也无可惜，食袂落去咯。真香。嗯，要不安尼，好咧，啊，将这食出的菜甲这只鸡，拢总拿摕去饲鸟。五爷，啊，咱若无饲鸟，唔必叫我捧迄度去饲鸟啦。哎呀，是通天窟迄只人鸟。是人了。哎，华妹，是无不可毁。别要动，你唔是人。伊对咱如此，来相待迄个伊情伊理，多不该。我了宁拖你，这个所在也定掠特生哦，来我待。
最好成对你也留一份情。你留予我什么情呢？永袂改啊！是将你因两个相爱糖蜜甜啊！你是我冷爱的大姊，玉堂的纸架将你去，也既然伊有爱。对我多留情，伊开价刀我哪来无人性，也逼我对落受苦刑。花妹，事到如今，你哭嘛无路用，气嘛无路用。你看迄个酒饼顶写啥物？气死了！如果我若是甲你同款的脾气，早我就是已经去互伊气死啊！古人说：“受得苦中苦，方为人上人。”如今咱只有是爱较忍耐。也毋过这口气，我实在无法度通好啉。无法度通啉，嘛是都爱啉啊！来，伊既然送这只鸡来，咱就来食，腹肚才袂枵。我不爱食，我就是会饿死，我也不爱食。这要哪会用的咧？花妹，伊白玉堂送这只鸡来是要互你食的啊！可见伊这个人还阁有淡薄仔人情味。遐物件已经送来啊，唔食，咱腹肚是白白枵的啊！来，我陪你食。我不，花妹，来，食一个啊！我不爱食。足香的。花妹，这只鸡一定真香，搁真甜，一定足好食。来，你食试看卖。我会啦，我不爱食。哎呀，你喵个啥来呀？来，你真无礼！当堂点男劫点招，乃是朝廷四品带刀护卫，又是皇上亲口所封的义鸟，毋是人鸟，你知无？是，我知。白玉堂，宁免只托你伫咧骂回想。哦，那安尼小弟失言咯。对，典大人，请坐，来，请坐啊！典大爷，为什么咱唔坐呢？哎呀，小弟说起又袂记哩，袂记你讲，猫仔是用拍的，唔是用坐呀。牛爷，好，你敢捌看到挂金锁金牌的猫仔？这小弟也捌看到。那安尼，今仔日互你开一个眼界，是讲这也无怪啦。像这种挂金牌、金链的猫仔，毋是遐尼只简单就看会到呢，是啊风景类过才有得看。所以这款鸟有一个称呼，叫做义鸟。白玉堂，不管你安怎风刺铁笑，田某绝对袂放在心上。田某只是为你挽手。挽手，
含公道5字多年来在江湖上所建立的名誉，将近就要扫地啊！胡说！含公道5字，一不偷二不抢，三不犯法。哼！哈哈哈哈！笑啥？白玉堂，你偷三宝，敢讲无算犯法？哼！我会偷三宝，是想要看一下猫仔甲鸟鼠的本领，所以我故意偷三宝，要引你来含公道，并无其他用意。好，我搁再问你，恁含公道的人伫山骹抢劫用家妇女，这又该如何解释？抢劫民女，胡说！我不相信含公道做这款代志。有无？去问你的部下就知影。黑烈，那个呀，你知影这项代志？我知，我知。啊，都迄个查某囡仔吼，是小人，专工去掠倒来要孝敬你的啊。真牛，真会。啊，袂啊咯，五爷，这是你甲我学落的咧。那安尼我问你，是我叫你去，或者是？无，拢无别人，是我家己吼，主动去甲掠倒转来，要来孝敬你的。搁甲含公道添了袂少公菜，安怎？我会动动想你。来。哎呦呀！等一下啦！哎呦，五爷，等下，哎，五爷。互你断一只手，你才当知影悔改。讲，你劫什么人？有啦，我就吼有去掠一个细过老伙仔，甲因查某囝啦。哎呦，五爷。好，将人全部放走。好啦，是啦。哎呦呀！安怎？阮含公道并不是无法纪的所在啊。白玉堂，那安尼三宝，你打算要安怎样咧？三宝嘛，三宝是我白玉堂凭本领去偷来。实事点招你若法度，将三宝搁再摕倒转去，那安尼我心甘情愿甲你倒转京城认罪。好，郡主已经纠正，我典宪辉如果伫迄3天内，若是无得人夺回三宝，我情愿死在通天窟，毫无怨言。3天。